你是何人？为何穿着司马良娣的衣裳？一会儿，你就把这个作为极品送给太子。不过你要记住，千万别提我。回禀殿下，刚才奴婢经过一座宫殿，因为身上的衣衫尽湿，情急之下发现了有女子的衣物，便换上了，实在不知道是司马良娣的衣物，请殿下恕罪。为什么不和别的家人子一起坐平车过来？在出发之前，奴婢发现自己的极品不见了，就请卓公公允许我回去寻找，所以没能赶上平车。你知道这把梳子的来历吗？这是我和司马良娣成婚当日，她所佩戴之物。梳子的另一半是我亲手掰断，随她一起入土随葬。回禀殿下，奴婢没有找到自己的极品，看到这把断梳就想把它送给殿下，其实是另有隐喻的。有何隐喻？此刻殿下的心，就像这把断梳一样，已经无法再复原了。治疗伤口唯一的办法就是时间，只有时间才能治疗心灵的伤口。希望太子能早日从悲伤当中振作起来。好吧，也许天意如此，那就选他吧。注视着这双满含忧伤却依然明亮的眼睛，一股温柔的暖流悄然注入心田，默默憧憬着随之而来的快乐和幸福。我就这样怀着幻想和期许的心情，踏上了另一段叵测的征程。然而，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幸运，往往也意味着不约而至的无边的沉重。气死我了！倒霉的鞋！你回来啦？回来了。你们几个到底谁选上太子妃了？哎，郑钧和阿瑶呢？他们怎么没回来？不会是一块儿被选上了吧？哈，哪有那样的好事啊？要是有的话，那连我也一块儿被选上了。冯远啊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把你的鞋子四处乱扔啊？哎呀，能扔多远就扔多远吧。昭君啊，你知道吗？今天郑钧啊，真的是因祸得福。一开始他丢了极品，非要回来找我，说让他别回来，他非要回来，结果都没赶上平车，差一点就耽误了选妃。结果没想到他来的时候，哎，居然在躲雨的时候穿上了司马良娣的衣裳，还带着他的梳子。结果呢，太子一见就把他给选上太子妃了。太好了，郑钧终于苦尽甘来了。对啊，早知道这么简单，我还不如也去找件司马良娣的衣裳穿呢。一身破衣服和一把破梳子，就能够选上太子妃？我看是那个呆头呆脑的太子啊，相思病还没有痊愈，才会把郑钧作为替代品的。哎呀，你是不是觉得郑钧的运气太好了，有点嫉妒啊？扪心自问，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？你想一想，我们几个一同进宫，一同受苦，一同跪在别人脚底下看人脸色行事，为什么他就可以荣华富贵一步登天，而我们几个
却要在这个破屋子里面继续受罪啊！可是咱们4个姐妹原来不是发过誓的吗？不管谁当了皇后，咱们都要照顾姐妹啊。反正既然现在郑君已经当上太子妃了，那我就信任他，我相信他会照顾我们的。做朋友不就是这样吗？哎，你饿不饿啊？你吃不吃平耳啊？不吃。皇后殿下，奴婢从前不知道您的真实身份，请宽恕我对您的冒昧。自从我第一次看见你，我就觉得和你这个丫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缘分。没想到你会做我的儿媳妇，看来老天还是非常公平的，没有让你白白吃苦。奴婢也很意外，能被太子选中。这是你命中的福气，没有人能挡得住。既然已经贵为太子妃，就没有必要称自己为奴婢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学习宫廷礼仪，不光是外表，还有你的心灵，都要成为一个高贵的人。我见识浅薄，还请皇后殿下多多指教。没有必要跟我行这套客套。我知道你自幼丧母，你的经历比一般的孩子都要坎坷。以后你就像我的女儿，不管有什么事情，尽管跟我直说。皇后殿下，对我来说，最难过的不是在暴逝里受苦，而是看着朋友活活的被逼死，却束手无策。我以前想，如果有朝一日我能见到皇后殿下，我一定会为朋友洗刷不白之冤的。你说的是李媛儿吧？皇后殿下，莫非您早就知道啊？她坠楼的事传遍了整个永巷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跟她姑姑一样，都没能逃过张婕妤的毒手。皇后殿下，为什么你明明知道真相，却不去追查呢？虽然我贵为皇后，永巷的奴婢都在我的管辖之下，可是皇上喜爱的女人，即使她是妖魔，我没有证据，同样无能为力。那就这样看着一个人被白白的害死，却置之不理吗？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在你弱势的情况下，只有静心忍耐，才有机会打败你的敌人。皇后生存的道理，其实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词，那就是忍。其实这里包含着艰辛，只有你经历过之后，才能明白。我知道皇后殿下很辛苦，可是我还是不想放弃。日子久了，你就会知道了。永巷其实是一个女人的战场。当初是谁口口声声地祈求我，把她送给太子，说是能成为太子心目中最重要的女人。如今跪在我面前的，还是那个狂妄大胆的奴婢吗？夫人，若不是王政君鬼使神差的找到司马良娣的遗物，吸引了太子的心神，奴婢一定不会输。难为你还这么自信。夫人，奴婢求您，帮助奴婢接近太子吧。
奴婢一定会成为您最有力的一个棋子的。不服输？好，我喜欢。看在你聪明伶俐的份上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太子妃对今天的婚礼还满意吗？回皇后殿下，郑君只是一个平民女子，这是郑君见过的最隆重的婚礼。匈奴扰攘边境，皇上正殚精竭虑地解决危机，所以今晚不能来太子宫了。能和母后和太子殿下一起享受天伦之乐，对郑君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。但愿你能成为治愈太子的良药，让他尽快从相思病中解脱。来，赵兰，哪个女子不怀春？哪个女子不憧憬着美好的婚姻？可是20岁的我，在新婚之夜，是被当作司马良娣的招兰陪伴在我丈夫的身边。从此以后，无论我做了怎么样的努力，都没有融化过他的心，也没有得到过他的爱。
夫人，你醒了吗？进来吧。在下是太子宫的詹事，我叫尹夏。为了能使夫人早日适应太子宫的生活，我奉命前来指导太子妃，请你以后多加包涵。尹夫人，在我身边的这2位宫人将会陪伴夫人身边侍奉左右，如你有任何吩咐，请夫人随时差遣。首先，请夫人更衣。且慢，尹夫人，可否帮我换一些朴素的衣服来？太子妃的衣着必须高贵雅致，这是象征身份和地位。虽说你已过惯了低微的日子，但自从你进入太子宫的那一刻，就不要再留恋从前了。尹夫人，皇后殿下尚且装束简朴，我又怎可以穿如此华丽的衣服呢？所以烦劳尹夫人帮我找一些素朴的衣服来吧。阿瑶，参见太子妃，快起来，姐妹之间不必多礼了。阿瑶、阿元还好吗？昭君好不好？哪天我一定去探望你们。好啊，大大的奴婢！谁让你把手放在太子妃身上的啊？快向太子妃赔礼！尹夫人，你不要误会，阿瑶是我的朋友，是我不想让她跪着。太子妃不应该再和奴婢往来，他们只配伺候你。这个丫头身份低贱，她每次见你都应该跪拜，这是宫廷的规矩。尹夫人，我敬重您在宫中的资历，但是不应该随意羞辱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，更何况我不希望因为我自己的改变而让我的朋友难过。恐怕就由不得你自己了。身为太子妃，更要恪守公德。来呀，送太子妃去见皇后，时辰耽误不得。都在等什么呢？啊！尹夫人，我启程便是了，请你不要为难我的朋友。阿瑶，时辰紧迫，改天我们再相聚吧。就算心里面真的很难过，也不要随便离。女孩子的身体很脆弱的，应该好好爱惜。
你现在正在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知道吗？别忘了，我是个男人。那你就证明给我看。可别后悔呀！不许害怕。我这个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，是你害怕了吧，胆小鬼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夺走我最宝贵的东西。那你准备把它给谁呢？当然是给太子了，他才是这个王朝来日最有权威的男人。我刚才已经警告过你，是你诱惑的我。我后悔了又怎么样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许乱来。如果你敢硬来的话，我让你付出比死更可怕的代价。如果你改变心意的话，随时可以来这里找我。冯远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表情怪吓人的。你有什么心事吗？你疯了吗？这样吃会把身体撑坏的。你看你猴急的，恨不得把舌头都吞进去。怎么样，呛着了吧？来，喝口水吧。你也过来帮忙啊！他这个人啊，就爱自作自受。我就吃，不用你管啊！我爱怎么吃就怎么吃，你管着吗？你看见了吧？说什么来着？我们多管闲事。他就是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人。吃吧吃吧吃吧，吃个大肥猪没人管你。你别再刺激他了。我就吃，我就吃，这种日子我吃惯了我干嘛老饿着我自己啊？我那么难受，反正我也没有机会了，我愿意怎么吃就怎么吃，我就吃。哼，最失败的人就是承受不了失败的人。反正你就这么没出息。哎，我们少管他，我们走吧。吃啊，比什么都强。你千万多吃啊，衣服撑破了也千万别停啊！走，昭君。哎，走啦。你穿错鞋了。别再吃了。你就是太子妃王政君吗？是。虽说他之前只是一个家人子，也曾经吃了不少的苦，难得的是，他秉性始终如一，还是那么善良、坚强。太子妃不同于一般的嫔妃，
他要帮助年轻的太子管理内务，给他清明通彻的生活，远离那些嫔妃间的纷乱之争，要使太子能够安心地料理朝政。这个责任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承担的。郑君谨记在心，无论多么艰难，也在所不辞。虽然你出身寒微，可是只有受过疾苦的人才知道珍惜。朕也在乡下住过，所以深有体会。你要好好去做，答应朕。是。恭祝太后身体健康，长乐未央。哎呀，罢了，每回老是这些套话，不嫌烦呐？太后，今日我是给您送礼来了，这是新到的散花绫，我给您预备了一份。无功不受禄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小姑替你办呢？这个佳人子，她叫傅瑶，可会伺候人了。我呀，想把她送给您，也好让您身边有个贴身的丫头。姑，不需要什么奴婢，找个人作伴，还不如这个猫儿子懂事呢。禀太后，奴婢或许没有您的猫儿子聪明，可是奴婢善解人意。如果太后不相信，大可让奴婢试一试。如果奴婢有一丁点不让您满意，您再把奴婢送回去便是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不给你个机会，倒显得姑不通人情了。那你就留下来吧。谢太后。留下来，你事事都必须按姑的吩咐去做，让你往东，你不能往西。哪怕是东边有个深水沟子，你也得给姑跳下去。知道吗？太后请放心好了，如果奴婢做的不能让您认可，奴婢必会做到让您认可为止。谁再给姑吃这些恶心的药，姑就要他的命。哎呀，这都好几年了，太后还痛恨吃这些药，每天摔7、8个碗才肯吃2、3口，这不简直要人命吗？还敢端药来？太后殿下，您误会了，奴婢呀，煮的可不是药，是桂花玉露。真的不是药吗？奴婢听冉夫人说，您一大早上就和那帮没脑子的奴才们生气，没心思吃东西，奴婢特地为您煮了这个。奴婢听说桂花玉露在夏天食用是最消暑的。别说一个新来的丫头，就是给我做了10年以上的大厨子，10之8九还要挨骂呢。你有什么本事这么自信呢？您尝一尝不就知道了吗？让奴婢喂你一口吧。太后，您要相信奴婢不会欺骗您的。您试一试，真的很好喝的。怎么样？这个味道嘛，有点怪，好像很熟悉，又好像从来没吃过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太后殿下吃惯了庖厨做的食物，对于奴婢的手艺还不太适应。
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奴婢只是什么事都瞒不住太后殿下的眼睛。太后恕罪，奴婢在桂花玉露里面放了您平时吃的药。你的胆子真是比天还大。平生骨最恨的就是欺骗。来人，把这个丫头拖出去斩了。奴婢什么惩罚都愿意承受，只要能够让太后康复，就算把奴婢杀了，奴婢下一次还是会这么做的。嚯，还挺犟啊！这么多年来，你是第一个在我生气的时候还敢顶撞我的。你真的不怕掉脑袋吗？每个人都怕掉脑袋，奴婢也怕死。可只要奴婢一死，可救得太后殿下，奴婢便死得其所。姑，就留你一条命。从明天开始，继续给我做那个什么，桂花玉露吧。是。太后殿下，您起来了，需要让奴婢服侍您吗？长相思，请太后吩咐。勿相忘，长相思，勿相忘，勿相忘。嫁过来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怎么连一点怀上皇子的动静都没有啊？哎，你在教坊殿里边，难怪你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其实啊，这对夫妻只是在表面上做做文章罢了。哎，我也不是一点风声都没听说。据说太子啊，只在新婚之夜宠幸过太子妃，以后连碰都没碰她。这替代品呀，终归取代不了正品呀。况且这太子还心系着司马良娣呢。咱们太子啊，可是宫里难得的最痴情的男人。那倒未必呀。只不过呀，还没有看到更具有魅力的女人出现在他面前罢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这太子呀，最留恋的就是司马良娣她娇柔妩媚的样子。哎，还有啊，在床上把太子搞得神魂颠倒。哎呦，你说咱们这太子的喜好还真别致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！哎，你再看那太子妃，除了那副冷脾气，哎呦，没有半点风情，根本就吸引不了男人嘛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我教导他有多费力气啊，就好像是对牛弹琴呐。这个身份卑贱的人啊，就是难改身上那些粗俗的东西。
哎呦，头疼啊，真是头疼！哎呀，参见太子妃，奴婢该死。尹夫人，何出此言？方才什么？太子妃难道真的没有听见？听见了。我只想告诫你们，拨弄是非的人，迟早也会被是非所拨弄。太子宫里面，谁招惹是非，自己吃苦。尹夫人，以后我还有很多事情向您请教呢。若是有我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请您当面和我说，我自然会加以修正。妾身不敢，请太子妃切莫怪罪就好。哎呦，我的个妈呀！差点没把我吓死。这伺候的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刚才臣妾打发他们离开了。今夜，臣妾想和殿下独处。殿下。殿下，您看上去有些疲倦，还是我准备的这些菜不合您的口味呢？以前昭兰在的时候，她每次都会想着办法，变着花样弄些吃食。比如说蜜汁莲子吧，把白白净净的莲子煮得酥软异常，再浇上滚热的蜜汁，嵌入几粒果脯，香甜软糯，食之口颊留香。唉，哪像这些肉糜荤腥啊！光是看一眼就没有了食用的胃口。你才刚刚跟随我，我的脾气秉性你还不习惯，也许是我高估你了，慢慢来吧。殿下，都是臣妾太粗心了，您是否尝一尝臣妾为您准备的粥再走呢？这是什么粥？龙须粥。不是招揽，却胜似招揽。殿下过奖了。我说的是这粥。郑君幼年学过一点医道，龙须粥有暖腰膝、壮筋骨的功效，久食明目，轻身延年。这龙须粥不错。